个字光中文就不太会念。茶菇，茶栗子。两个他的期待你先出去玩呢，不是如履薄冰，那就算无偏吼，内面我上到自家有偏。要看到我的心肝吗？补鸡。出我谁？你看，煮的有醋，我娘蛮食。手疼痛了。唔想好行耳毛，人嘅行耳要結束。一分熟三分熟，板上熟眉毛有勁。我搶準時數看行耳班上收咯。家下嘅影片有冇按好看係冇？有按用嘅感覺冇？也就客家電視台千禧二來播出嘅節目，按到行耳班上說，係大家好，我係總其他節目，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今日嘅節目當中啊，就會來同大家來紹介客家電視台千禧播出嘅呀行耳教學嘅節目，有當到行耳啊，唔管你係行耳啊，唔係行耳，可能都冇聽過冇學過嘅客家話，冇相關嘅客家電視台教問大家。鼓手好，今日嘅節目當中，上落係邀請到乜嘢呢？就係來邀請到行耳班上所嘅節目主持人啊，其中一個主持人啊，佢就係呢大巴阿姨位歡迎。大家好，我係芭比王依薇，歡迎收看行耳班上說。哎呀，女神駕到，看到你很歡喜哦。真嘅咩？我要當歡喜啊！真嘅。韓國人節目係有哪個一位來賓啊？咩係一個節目輕鬆有嘅研究，一個節目嘅導演，我歡迎大雄導演。大家好，我係導演莊浩仁。哎呦，客家話有練呢。有練三張時係千幾分嘅啦。太好。啊，唔過我相信做有節目聽眾咪會學嘅都懂到客家話。等下按今日節目來驗收一下導演的客語程度，好不好？好，故說一個節目按到行耳班上說，我相信有一部嘅睇下可能沒有啲天師冇就啲啊，沒用錄嘅平台當個有看到嘅，故說先請導演來同大家來紹介一下，一個節目嘅樣板的一張節目，它是怎麼樣的一個節目？大概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好，就是客語半生熟，就是一個它可以在一個短短的10分鐘之內嘛，然後讓大家用一個很輕鬆的心態去學習我們很多客語的一些詞彙這樣子，然後我們這次也找了前半段的部分，我們有請了很多的 YouTuber。沒錯。對，那因為我覺得，因為現在可能比較多的年輕人看網絡的節目很多啊，對，大家都會很習慣這種網絡的很快的節奏或者是很幽默的內容這樣子。然後我們這次也在想說，我們是不是想說，如果想要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一起來看或者一起來學客語的話，是不是我們可以找很多的 YouTuber 一起來猜這個字啊，然後而且他們的娛樂效果或者是他們的應對，我覺得都非常的幽默，都非常的有趣。對，我覺得真係輕度後有按用一個機會，做得有相當有的 YouTuber 同客家電視台一起來合作，因為先前還是有看到客家電視台有按用嘅這個風格的呈現，不過亞白算是一個我覺得懂 TP 的挑戰，甚至因為我去看那個播出下面的留言，就有點講哇，很特別的組合，就是前面找了 YouTuber 用風亞掉，不過下後，哎呦，專業嘅欣賞來同大家來搞客話了。按之前用專業用的是表演來說，其實我未懂緊張，因為其實平常當時要講行耳。當時我講嘅係，因為冇帶都沒有練，冇帶沒有練，做隆重篇章我講行耳，唔過接到一隻節目，我未出到真勁當歡喜，咩當要緣分啊！因為其實上一排看到大巴姐出現到客家電視台，已經有一段時間咧。哦，當久嘅時間，不要算好了。唔過大巴姐要不要強勢回歸？係，同頭擺主持嘅節目類型完全冇共用。冇共用啊！以前係主持嘅較中意嘅有一點嘅歌唱咧，流行海客秀，係冇錯，哎呀可以講啦。還有做菜秘書嘅阿紅上菜嘅節目，係因為阿紅老師睇客家話佢唔會講，然後就叫他做一張秘書嘅節目，搞主菜。頭擺也算很客語擔當了。其實係從以前出道到而家係高速嘅成分，係唔過咩感謝客家電視台啊，本來有隻機會可以做當到斜槓嘅部分，接到一隻行耳班上送嘅節目，我感覺當榮幸，而且咩係愛出家，
同上同价位嘅地方，同上同价位。同上同价嘿，位。你唔讲人吼有时会不自量力，唔过我感觉讲，我算你做的斜杠嘛个东西，我感觉会传承行业，迄个本身同上而已。一直都血底度和流电，我传承行业一件事情。唔定啊，做我娘上，因为我感谢阿公。其实我伫屋卡总同阿公我讲行业。唔讲讲奇怪，啲福教同佢讲好老花啊，讲过年啊，无人讲行业，我讲行业我做乜解咯？以前嘅时代讲啲福教讲行业下半年发钱，我讲阿公冇错，人讲阿公唯一留本爱请重要，请有价值，用钱就买唔到嘅做行业。我说阿公讲，我讲，我希望我用我自家嘅精神，我自家嘅力量可以。接让后生人讲，我董事有看到大巴姐呀一面哎呀，她真的很感动哎，就是你秀到阿公，然后有点想哭。啊，感动我感觉，我要同感谢客家电视台按旧的含有硬硬嘅精神，继续传承人哋行业。古说一下行业班上所可以延伸到让嘅现代后生人嘅无厘头嘅感觉，当中学行业。用无共用的方式，按讲前半段係 YouTube， 係啲團行業乃正確嘅，啊後背係有藝能用正確嘅方式教大家正確嘅行業，其實人壓力嘅動態，不過唔怕，行業要當厲害嘅行業嘅團隊，我就覺得給我很大的力量。哇，我們現在好像大家好像在真心在發表自家嘅感受啊！不過其實呀節目真的超級無厘頭，剛剛看前面嘅講精彩嘅樣片同呀，以兄弟嘅看兩個無共用嘅節目，啊唔過就表示講，認真嘅投入當到用心到一檔節目底度，剛剛還有看到大巴姐整個扮醜誒，好，我唔定扮醜吼，感覺愛。較動獎呢？哎呦，動獎，請講。平常唔好感覺自家動獎啊，人家講你上咗動獎，講唔會啊，唔過扮醜之後啊，講我按鈕較獎，真的很犧牲，很犧牲。對，所以嗰時候大巴姐因為有種對客家傳承嘅有種心情。聽說佢聽講會接下有檔節目，啊唔過藝術上個拖延哦，拖延又沒行業。然後我做呀，按困難連行業看到呀有事就會想講，所以你要寫嘛，該看唔順哎。導演當初怎麼會想說要接下這樣子的一個節目？哦，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是那個，也是接到那個我們經理對節目部經理的電話這樣子，對，然後那時候聽到哦，就是要。其實我第一次也是覺得哦，有要接一個教課語的節目，可是其實我對課語還沒有那麼熟嘛，對，但是可能是因為之前我們也跟課台的這個節目也很常合作，因為我們之前其實比較常拍的是那個比較音樂或者是記錄類的那個電視音樂專輯嘛，對對對，然後那時候也跟着很多人一起拍啊，比如說子軒啊，或者是世忠姐啊，我們就也拍了很多的這樣子的記錄，對，然後也拍了很多客家的歌，然後其實好像也慢慢，好像自己好像聽到一點點什麼這樣子，對，就慢慢一直有接觸到這些客家文化，然後突然就接到有一個短節目的這個邀約。然後我也想說，可能跟我平常拍的東西也不太一樣，我可能平常拍的是可能廣告或者是 MV 的東西多一點，對。然後我覺得它可能也是一個怎麼說呢，很有教育意義或教育性質嘛，對，好像會有一個。同時做節目你也學習客語。對，好像就是會有不知道，就是做這種節目，好像會突然你會有一個使命還是什麼？天啊，你們都好認真哦，你們好認真，一定要認真啊，因為後自己有啲咩，從頭到尾談唔成，不過唔變客家西郎，慢慢的行業就會越來越厲害。他意思是說，你如果變成客家女婿，你的客語就會變越來越好。好，現在有點害羞了啊。好啦，嗰時候睇下都會看到吼，人哋什麼主持人，韓國人哋拖延，性格完全冇共用，啊，唔過睇下都有也想要傳承客家文史嘅一種使命感，就到底度。韓國外家還有講吼，大巴姐係其中一類主持人，其實還有另外一類主持人，就是我們的春泉老師。講開了，嘿，人哋春產欣賞嘅，相信客家電視台嘅觀眾朋友聽到對佢動數師嘅啦。那導演，你可以覺得就你去甲接觸呀兩個老師，接觸這兩個老師，你覺得他們兩個風格有什麼樣不同嗎？大巴姐坐在隔壁哦。
因为我觉得大花姐其实，我觉得在主持的时候很像那个邻家大姐姐。哦，眼睛死死盯着你。邻家大姐姐是比较属于海派类的吗？会照顾弟弟妹妹们的喝酒哦，那种，不是，就是比较海派型的，直截了当，对不对？对，直截了当。你节目上10分钟，本来差不多3分钟、4分钟，还冇夹做唔得啦。只能很海派，讲话很快速，很阿莎莉那种感觉。对，就突然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这样子，好像就是你身边好像也有一个大姐姐会跟你这样子说，很会说话。这样子，对。对，那春泉老师呢？春泉老师因为他有学过这个相声，对，然后基本上阿公讲会懂。阿公就爷爷，看到佢就有安定的感觉，佢讲嘛该就唔会错，因为佢年纪的关系啊，看到佢尊敬前辈，尊敬前辈，你讲嘛他同不错啊，尊敬真的好，然后懂得露骨年年摆到夹个面相，一目了然，佢讲的就错。是这种感觉吗？是这种信赖安心感。对我就是讲就是看姐姐嘛，我们看她像看阿公啊，阿公讲古的感觉，有辈分之差，但是全部就会懂准，要跟爱搞太家来讲下哦。故说有关于那节目还有懂到有神奇的事情，要同大家来分享，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非常大家真到福起来咧，我係總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個電視台也新播出嘅一個節目，按到行二班上宿，韓國係喺第啊，搭禮拜6、禮拜日晏晡頭8點50分來放送本大家看，嗰度大家聽錯愛看咯。韓國係講父母才電視嘅播出來分享大家啲啊，網絡嘅平台和 YouTube 也都全部就看得到大家聽錯愛看，因為真件非常嘅好看。嗰所今日嘅節目當中啊，咪邀請到其中一個主持人喺個拖延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剛才有講到，今日嘅節目有2個強頭嘛，禮拜6播出嚟係西安強，就係大巴老師我來教大家哈。啊，禮拜日播出嚟就係呀，係6強係春餐欣賞來教大家，卡住有冇？所以對，冇，我們很怪的兩個視線，唔會講開了嘅。對，所以我們有2個強頭嘅按用嘅冇強用，所以其實拖延都用心誒，因為有2個老師2個強頭，所以還特別設計了2套不一樣的場景。這個 idea 可唔可以同大家來講一下？其實很多人都對於我們節目的場景非常的好奇，而且有很多稱讚的聲音哦。真嘅，對。那時候場景就是想說，我們是要做一個10分鐘很可愛的節目，然後我就想說，可能因為今天只有這個可愛，對，就是大巴或者朱軒老師，對，一個人在這個場景裡面，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是要很輕巧、很小玲瓏，這樣讓大家很輕鬆就可以學客語的感覺，這樣子。對，所以那時候剛好最近很流行那個有一些 AI 生圖的那個工具，對，然後我們就偶然就有翻到一張圖片，就是有一個手提箱的小箱子，對，然後打開，然後很像那個小人國還是什麼少女愛立體的那個概念的圖，然後就發現小箱子打開裡面有很多小小的家具在裡面，娃娃屋的感覺，對，娃娃屋的感覺，然後我就想說好像很適合我們那個節目的這個風格，這樣子，有一種你在生活中你就可以。我的一個小小的客廳裡面，突然我旁邊有一個手提箱，一打開，哇，裡面有一個小小老師在教我客語，有那個寶物非常珍貴的感覺，挖寶的感覺。對，我們可以把客語帶帶着，拖着走嘛。對，又很生活，又很迷你，這樣，我就覺得很輕鬆。你咪都愛係嗎？咪都愛本來一隻芭比風格。為了芭比，給芭比一個芭比屋。我就其實這次是大巴芭比，那我就做了一個很像芭比盒的。看到個圖啊，剛剛我馬上找源頭，慢一種根本做量身定做，你要安定一下，真嘅。不管地度，也在芭比老師，芭比先生裝馬街上用嘢做芭比。對，就懂定一下，你有那個場景，你就完全搭配，你就是芭比這個形象風格。然後我們還可以跟時事最流行時事電影結合。真嘅，杜多係芭比啊。對，真嘅係很剛好，所以芭比就本期咧，從喺娃娃屋，韓國用亞行李箱吼，然後佢總體嘅感覺，
那个意啥音哦？春泉老师怎么办呢？春泉老师，我就想说，他就是一个很像老学究老师，对，然后他们平常就会很会讲相声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可是我们一般的相声好像没有一个很既定的说，好像相声一定要是什么布景，对不对？对，就是舞台的感觉。对，那我们就想说，其实日本好像也有一个很类似的东西，叫做落语嘛。对，然后落语的那个表演，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一下这个相声，跟一点点我们借一点点咚咚咚那个，就有一个布幕彩色的布哦。对，就是我就想说，我好像可以结合一点点类似这种很像有点像相声风格的东西，对，然后把它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也把它放进这个小小的箱子里面，对，让郑春泉老师在这个画面中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很轻松的形象出现。我自己以观众的身份来看吼，我觉得春泉老师统头把一个形象不太一样了，就是在这一次的演出，我觉得他跟过去的形象我们该拥有。韩哥，我觉得配乐也很好笑，但配乐很像那个每日一字的音乐，春泉老师的跟芭比也不一样哦，就是我们所有就会因为用的腔头，鼓手周围两种无共用的风格。好用心哦！掌声鼓励。我感觉董事哈也哈现台啦，因为我想要补充的是，我董想弄一只学语班上所10分钟短的节目，可以传播各小各种的佛教，本期就去看，让佛教身上教的有无共用的东西，因为我伫后也哈董乡教育部，本给各小各种的。学生诶，大3年就爱选一种语言，语言有乡土语言，嘿有好咯，有原名，有个汉语，嘿我咁也还有哦，你知冇？就是小学生他们的课本有乡土，没也还必选。是必选必修的一种语言，乡土语言课程。我感觉可以伫个各大学校有冇让样片啊，唔是做 demo 啦，唔是有版权的。没有，我跟你讲，小朋友给他的搜寻的更快速，他们超会用 YouTube 的。嘿，我你有哦，天司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可以本身也伫有一只有只客家频道，然后8点50分可以看安尼汉语班上所可以本身也10分钟，同家的方式，同有趣的方式，比学汉语。真给你懂神奇，我们就是用很活泼的方式来做。韩国不管是从这个语言啊、脚本的撰写，到我们大巴老师的服装到场景，全部就非常的用心。尤其是服装呀部分、衫服呀部分呐，春产老师就是你知道那几套嘛，但大巴就冇共用哎，要成为芭比，做芭比嘅衫服就听到懂重要啊，其实咩花一动到心思去准备呢？係因為我本身我平常做嘅衫服，咪差唔多，咪係芭比嘅風格，會差唔多。私底下穿着也是這樣，比較隨手可得啦。他想會到啊，因為佢場景不矮，我咪冇乜嘅限制啦。不管做乜嘅啲嘅芭比舞底度，你永遠就係芭比嘅用嘅，做嘅懂自私的呀，懂严肃的，没芭比变身，因为芭比就是百变芭比，对，变成律师风芭比、老师风芭比。嘿，做乜嘅做懂嘅，我想講，冇做唔定啊，特色做本大家冇共用嘅感覺。哇，好用心哦！服裝嘅上面就會，當然一開始讓拖延上嘅下冇共用，討論的時候不太一樣。其他好嘅有冇大姐姐型嘅，可以播報。拖延一開始提出來的，導演一開始提出來的是什麼風格？芭比盒裡面的老師這樣子。馬該散服，就是一個是一個襯衫，然後一個大裙，對，好像是要教課這樣子。碎花。所以，我想講，要吵架了，要吵架了。娘娘阿妹嘅衫，冇咗娘娘朋友嘅短裙，懂，是他真絲啦。對，就導演想的是老師形象的芭比。但是芭比大巴姐覺得呢，給我有一種本一種懂發拍、懂發跳的感覺，所以顏色變得更繽紛，但是親切感啦，就看到先追暗用給你，就欣賞你們講，這欣賞芭比嘅，佢哋講好吸睛哦，
糖记得讲嘛该。对，但还是有仔群的元素。有董英珍有啦，有寄托的，有导演的感觉。董英珍保留了仔群跟这老师的感觉，但是呢，色彩要缤纷，而不仅看起来，哎呦，有吸睛的感觉。先吸引后生人看芭比嘛，按讲做嘛个衫，再来谈爱，你讲嘛个行业。冇错，古早后你看主持人连准备衫服就按用心，场景妹按用心，规则节目做好了以后，大家有发现到，嘿，有的节目里头有等电影下的元素嘛，像是小贴图一样在旁边出现，有没有？短的，呀，那个东西，呀，那些拖延特别来设计的。这个呢，启拔你，他是启拔走给一个很可爱的人物。对，那导演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各有特色，然后有点。看起来就是有点好笑，然后但是又觉得他锵锵的那种感觉的这个启拔你当初是怎么定义这样子的一个小人物？那时候跟那个企划团队一起讨论嘛，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小片头跟整体的风格应该要是一个很幽默啊，或者是很成人幽默或大人幽默的感觉。看到就懂幽默，有像杏鲍菇，杏鲍菇。因为班长松嘛。对啊，我们用半生熟的，你看有的是生的，有的人是熟的。对，而且他头发很好，很幽默，就是很可爱。然后奇拔就是那个我们也是客家一个很传统的这个美食嘛，还要懂得起码你用蛮黏，你用蛮装住，我嘛个东西就可以捏怎么讲？捏都嘛个用哎，就那种短腰给广告有没有？很弹性、很弹的感觉。故说这些小人物就是会不时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对，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或者是我觉得他这个启拔也就是表情也非常的就是可能说什么很叽歪啊，还是很轻松愉快啦。对，你就是看到他就是忍不住会看他一下，然后笑一下。他不是长得特别漂亮，但你就是会想笑。对，就是丑到很好笑这样子。对，就很有趣。姑嫂，你看到啊，连里面的动画都这么有趣，那片头曲更不得了，片头曲导演本人唱。那刚刚有偷偷问起，迄几只甲唱诶，唱得很辛苦哈。你本来西来嗓音，要用西摩的安尼中性的嗓音。还好，跟女生一起唱。俺唔相信。然后我们来听一次，来弹我们请放我们那个。咩？俺喺讲，俺唔相信佢唱嘅嘢下来唱。哦，现在现场啊，来。现场。哈，你搬上手。然后再内阁一下的那个音效。哦，这真的是导演唱的哦，应该做的真名，因为其实係咩企劃團隊之一，花喺當從嘅時間做嘅要當節目，然後拖延咩花喺當到心思去建立這個節目的一個模板，然後就會想我哋老楊冇 Q 用嘅行業搞好節目，同大家來分享，睇下做嘅手面看一下，係唔係拖延創嘅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進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進到復起來咧，我係總編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個天視台嘅行業班上所，大禮拜六、禮拜日按部頭8點50分就做得來收看兩種無共用嘅語言，韓國咩做得都有 YouTube 當中就做得看到有施彥強啊，有海劉強。今日節目當中就有請到呀大巴韓國人嘅拖延，我們的大雄導演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接下來就來進行復起來嘅高潮啊，就油花夾夾。既然呢單元就會愛來靠呢來賓嘛，故所上週就用亞當節目嘅主題哦，行業班上所嘅主題，其實呢主持人同拖延都沒有經歷過我們前面問 YouTuber 的這個環節啊，冇對，你們都沒有參與過，對，亞當都冇參加過亞當答題的部分，亞當 YouTuber 當到人看到人嘅考題，就會想講亞當師兄用嘅連讀嘅翻譯都讀唔出來。嘅韓卡唔是講客家話係乜嘅意思，故說天視機頭前的鄉親朋友們做得同我們的大巴韓國跟導演一起來猜猜看，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字要怎麼念哈，來，秦飯池賭貓，哇，講行業嘛，對，秦飯池賭貓。先給
这个大巴掌声鼓励一下，果然是老师果然级的。是芭比老师，是芭比老师这个卡番尺度没有突出的哦。那哎，不过医师呢，就是我们先让大雄导演猜一下，我怕大巴一下就猜到了。那个医师，大雄导演，你现在光是字完面上全凭，字面来猜，对字面上你有什么感觉？就是拿那个饭去堵猫咪的嘴巴，是不是所以是塞他的嘴巴，塞他是不是嘴巴，塞他的嘴巴，这样子，叫你不要再多说话了，叫你不要闭不嘴的意要再多话思。，闭嘴。哦，闭嘴的意思。好，那大巴呢？那刚刚应该冇可能嘅事情，某扣呢？那事情还蛮个意思。佢冇可能乖乖本为吃其实哦，因为佢喺动土里边，动土里边一只动物。哦，我现在真的很像回到在录影的时候，因为人家的录音写我也是旁边小编之一啦，所以我现在就要引导你们哈。现在我要先来公布第一回合的猜题，2个人都是0分，某人公错都不对，但是没关系，我们每一集都会有这个提示物啊，给我们因为 Q 有一只提示物本台噶，来，你们2位拿去看一下，2位拿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提示物是什么内容。你看过这集了吗？好好笑，快一起看，哈哈！不觉得关关的笑声真的很魔性吗？而且芭比老师好正，他们好认真哦。好哦，我先去洗澡哦。哦，对，这一个状态，你就可以形容这个回复的人卡番尺堵喵。哦，这是我们的提示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卡番尺堵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来，你先说。导演跃跃欲试，哎，请说。应该就是要应付对方这样子。哦，这样子。我现在不能做反应。那芭比呢？有点难呢，这出来唔猜嘞。这我就唔猜嘞，说躲得远远的，是不是？嘿，躲要躲没，就是感觉就是动向爱，眼唔想攞講法，眼下介意看節目嘅，走出來唔猜，我把它反向思考。哦，所以是这个人很积极的意思，哪番尺读没有很积极的，我想要赶快去，是这个意思吗？因為你冇可能咧，佢冇可能乖乖本味叫走出來唔猜，唔過我用另外一種方法走出來唔猜，我動氣氛看乜嘅東西，我積極嘅東西。哦，好。我看人表情啊，又唔錯嘅。完蛋了呀！我就是你看，我就是一直會泄露。好啦，我們恭喜大雄導演答對了。那這是什麼意思？卡番尺堵沒有個意思哦，就是以不相關的人事物敷衍或搪塞別人，所以導演答對了。哎，他竟然唔知識猜哦，海白網眼泡冇講。沒有，其實 N 到白給考題差不多都有這個難度，就是漢影看到沒都想說奇怪，要麼該思，也會講嘿，要麼該意思，然後我們就會讓那個網紅就像2位一樣陷入剛剛那個猜題的困境，絞盡腦汁都想不出來。然後就會本太給一類提示物，然後提示物大家也想說，這提示物到底提示的是什麼東西？你敢插到另外一張題目去？對，因為我們不能給得太明白。對，所以鼓手後，我們剛剛親眼看到了，怎麼的整回來哈？平常都整 YouTuber，給我們也來整這個節目給主持人，還夠整一下我們的導演，整一下2位哈。好啦，這個神奇的這個小活動讓大家來參與一下。冇簡單，冇簡單，對，真嘅冇簡單。真嘅要上課哦，哈，行你班上手哦，哈。對，但是呢，2位的考驗還沒有結束哈。哎，那有發給個當然不會讓大家這麼容易的過去哦。好，那我們就來問一下2位哦，我來看看什麼題目比較有趣。好，要很快的回答哦，待會大巴姐先回答，再來是導演，都是同一個題目。好，周位要到節目以後，做了這個節目之後，覺得自己的客語有幾分熟？80分，80分。導演嘞？ 2分熟。2分是20分的意思嗎？滿分是幾分？10分嘛。滿分100分係差唔多8分。10分來講8分。然後導演2分。2分。太深了。太深了。6分。6分。好啦，給你3分，好不好？給你3分。其實真嘅都冇艱難誒。那大巴姐其實水演嘅行業，啊唔過主持要到節目，做呀客家。語言搞好節目嘅欣賞，其實裡面花一棟多功夫多地度。同步都靠研調啊？沒有，因為研調要查證過嘛，那個使用蠻樣係正確嘅呀，研調出來。
摸黑下，一天要用，因为俺迄欣赏嘛，一天要用正确的东西教本太教，真的乱教啊。也是部分我较困难一点的，因为还要教出家讲法的流利性，拢给学你，因为你在给讲解的时间，你一天要正确你家长糖油，唔要讲人前半段按简单，将。充电一记行你，其他过你按轻松，那黑不痛，不做讲行你。嗨，我说，我昨天先讲一下头前 NK 到底个写脚本的时候，其实没读到动作困难，因为希望要老师系正确的，啊，唔过睇下就第，其实你也要在事情，其实我一直改，因为上个老几遍都喊卡好，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写好脚本是一个字。6样的时间很难个一张诗，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苦恼，因为俺上个老清真口的本台噶，也是一类写气化的难度。但是大巴姐在看到俺下的脚本之后，又会经过一个消化，还有同语言指导顺的，也在歌场通冇。嘿，因为给歌场一天我有次甲讲法用的，俺冇可能同步就看给歌。对。嘿，这整件6样的时间，俺。大字报写都同辛苦，不过我摸住吼，当排生啊摸住一看啊，伊我都同步都唔定啊，讲嘛该。故说我，今日我感觉当困难的地方，我稿子写好我无看见，结果我用我自家的方式去讲一只诗，迄嘛个意思，啊有造句。故说我讲过，我要强养让团队强养啲学习行业的部分，我讲一只节目吼，本来好多动作，其实我自家虽然迄芭比先生，不过我要芭比学生。所以去家没好嘅动作，然后没吃到东南，东南你当神奇。如果我们希望可以多讲法，希望下一班还有机会听你第2季的话，希望行业班上说可以加长时间，因为大家功力越来越好，10分钟冇拉到，差不多20分回啦。要变长了是不是？但因为真景节目真景6动作，在6样的歌场底度，其实导演也头也很痛，因为有按6个按斗跟影像这么多素材，你要把它最后剪成短短的 YouTuber 才4、5分钟，老师才3、4分钟，怎么剪呐？爱讲动作呢，俺们搞多动作，你用剪到按短哦。应该要剪成20分钟。对，导演在剪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多是舍不得剪掉的，取舍很困难？其实他们讲的内容都很有趣。对啊，我们当下录了，有时候录到30分钟都有可能。你是日集吗？对啊，可是我们最后只能剪成5分钟，然后对我们就是几乎是精华在精华这样。嘿，不过俺感觉安尼体百姓嘅节目係当然我希望看，因为当讲嘛，因为 YouTube 同步10分钟就结束嘅，这10分钟底度学5几行业，我讲过时间一开始係差唔多，就有点像行业班上是会得来速，有没有？有趣、快、很准、超快，嘿，马上就得到唔想要得到的答案，对，唔好啰里吧嗦，不过又懂神奇。所以其实真的是精华之中的精华。2位听说第要做到节目当中要好希望动到鼓手撒下来的，有发给公还有一题哦，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觉得会客语真好？大巴，妈你。哎呦，强强的啦！来，那个本性出来的，因为吼，客家电视台嘅员工讲啊，懂综艺啊，懂综艺，就爱按掉才可以问到真心话，不修边幅。还是哦，做些妈年还妈年的时间哈，真的会不会好发情？好多妈偏言堂唔识咧。係咯，講媽年先學唔咩客家人嘅專利，學英文，學貴年，學落堂不就用前媽年先開始，按你客家。阿哥偷言哦，觉得什么时刻觉得会客语真好？被客语骂的时候，本人骂嘅时候哦，汤姆斯哦。听说导演跟女朋友是客家人哦，所以哈，要给容易宣传，你做点没头中，可以公开嘛？没头中唔得啦。好啦，对，鼓手要按神奇咁樣鬧鬧熱熱同大家來打咗鼓，就係同大家來分享吼，也哈開始哦，到禮拜6、禮拜日，按部台8點50分，大家就做嚟來看客家電視台來看行業班上書，鼓手大家聽說愛看哦，咁樣什麼大巴，咩什麼導演來到節目當中，什麼2位哦，安子生什麼人，咩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舒快休息下，天天欣賞嚟做運動哦，節目好看無啊？
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